93年教师节不国语言艺文表演。这个活动是由台湾母语联盟主办，教育部奉献文教基金会、张邦安老师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联教会台语文小组补助，奉献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湾母语联盟各团体会员协办。咱即马就开始来起歌。教师，各位咱今日来参加表演的咱的各位兄姐、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者，阁是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一批国家认证的国保级的艺术工作者。咱来欢迎咱的台北传统英语的艺术尤秀卿老师，请。
小脚梦。